各位大家好，我是王磊，欢迎收看今朝的苏州电视上特别节目《一生预告君三期》。往年著名苏州台视女演员李玉君先生，是特别请来自李玉君先生的学生子，大家非常熟悉的，跟大家交代一下。一位呢，就是常熟市粉里副主任、曲艺主任。常熟市评弹团名誉团长、中国曲艺满丹奖获得者陆建华先生，陆主任，你好。你好。李九先生是那个师母，也是那个先生啦。那么可能有些观众也不大熟悉，能等你交代呢？你个师母李玉君先生呢，你自小就天生丽质，啦，非常有文艺的天才。那么所以让17岁的辰光呢，就开始学习戏子，就把唐凤春先生为师。那么后来因为你个唱啊，一学就会，一口就懂。那么当时这个钱丽芳先生呢是非常欣赏你，所以后来呢索性把钱丽芳为师。所以你师母李玉君呢，主要唱前调和余调。那么你呢，让艺术台路上向逐步追得再远，让在顶峰的辰光，让当时评弹界女演员当中，你是属于佼佼在其一。
子哎，我觉得倪玉君先生长期搭理个先生华文教搭档是吧？是的。所以呢，你既是那个师母，也是那个老师，是吧？对个对。那么你到两家里呢，很多书迷侪非常欢喜看你的节目。那么俺能等你交代交代，你到取得侬是艺术神人呢？那么你到两家头，那么可谓叫珠联璧合。你到个上片、八公打楼家、白鹿山、五十一冰山等等，舌、血、痰、苍、咽，无事俱全。而且这个书目呢，你不是本本之语，就是按照你读的想法，对书情的理解啊，来做这关子，来做这个创作，啊，而且非常有特色。啊，你这个先生主要以泥点为主，但是你个泥点也不同于其他演唱的泥点，我就是唱神佛的心理，神佛的形态。师母呢，更加让人唱个浪向呢，开局，是吧？第三头是唱语点，唱起点，但在于你个语点，你个起点，应该讲有倪玉君自家的特色。
月夜三
欣赏完两只节目，就回过头来再来谈谈那个司马懿君先生。你觉得那个先生是哪样样子一个人呢？那么，在我印象当中的这个人，就是一个不争名、不争利的人。甚至于有一点点呢，有一点点是避让。比较比较低调，但是那个内心是不低调，他是这样一个比较淡泊名利，淡泊的，有点淡泊名利。我曾经有一桩事体，我是永生难忘。有一次我跟了数码头浪向记得蛮清爽。你讲计划，今朝夜里向我来讲只故事拨你听听。讲故事个方法。讲故事，我听书之外还听故事。啥故事？实际浪向你是日里向你蛮欢喜看书的，看这一篇小说叫《马玉郎独奏花冠女》，讲只故事。搿只故事呢是，你看之之余，先好得知图片里向，用你个方法，用你个语言组织，来讲拨我听。当时我一听，觉着还听得来，是吧？虽然搿故事我晓得，但通过你个嘴里向，通过你个重新构思，来讲我听搿只故事，实际浪向你老搿你哪样子说书？对，我也听这个，听众也听这样，是啦。实际搿里向还有创作的元素辣里向，所以通过搿个一次啦，我对留下来门出出来再去听书啦，我有一个新的概念，或者是新的体感。真用为门做山茶，我唱标本里，营区的大部分努力练出标本里对过，天家相当自家西嘞，但是西嘞呢，从西嘞个父亲送家父下来，发现了我的一张黑，喂，夫人上海长，就这个大部分先家我眼里才过来，那。幸亏这个张之后的集中分支，随着真用卡拉拉大树里向，上头路人一头嘛，下头两我都也不懂。喂，你都上在哪家？谁个在龙巴的个？那就这个围巾俺不讲，妇女上来这样。哎呀，上头是中呀，张之后的总是聪明的嘞，总是那年家狗呀放在大树里向狂上火手。真用阿爷记个了，一生我也闷杀过，分眼掀开一点缝，推去，对不走来一口嘛，哎呀，谁家记得来记录音大呀，搿都不来个，夫人看见子变起心肝，是这样长知，哎呀，你别紧呀，不眼睛的呀，定心，我也定到了心啦，真正抽拔下来是我还能做人啦。长主，是为母亲之心，这的时候，我有些家事接得自己俺们的长不用拿着，那么来人说，兵来将他，士来投夷，真正农家们那有小的那里，你不咋来是我？你咋没办法？暗暗对比，我娘再上来再讲吧。本来他今年天不上来着。所以怎么了？给我东张张西望望，不得长得来，心里想我的天个呀，后蛮灵灵的呀，偏不得看见啥个律动出来，努力的注意来错开。哈夫人呀，今朝是你相夫难妈是难妈的嘞，小屋头们最欢喜干难妈子，大喜就喊得来，西奔西想去，裤子两个一半嘛，啥么上头的么三家生气不喊在，那么50发丸子喊出来还是啦。那么我可惜呀，眼睛为止不看嘛，心里也难过出来。哈夫人，你讲给你听听呀，刚刚看呀，他在这样，哎呦，谁家心里有啊？这个长子看看，今朝我俩真面看上去抽了男生了。你不晓得，我娘是个西米呀，你非得欢喜看戏，定欢喜讲戏。哎呦，讲得戏是精的十足，怎样会得讲下去？不养母啥呀？这个市里的朋友呢，还出送你，今朝总归讲了孩子，可不就要？搿来他讲起个戏是今日马上来，做啥？西米，搿么当得啥辰光呢？讲得搿部里浪向起讲，只听见不隆不隆不隆咚咚，呼咻，真用
这个节目叫真心剧。临时出来辰光，大家在年代中讲好的，起家是也是两江发展嘛，为先生看上去抽苦机会，三军蒙混相见。现在已经来看两江子呀，人家来到市里向动啊不晓动了给，跟你市里心里想啊就不去。我们为了给他听，刚写了老屋里向也就袜子，哎呀，这里是有事嗨。动手，你看动噶？一动来，他背后是一个铁骨不动人的呀！起来，你看啦！哈！哎呀，谢家可可以好到文林新出去。谢家只要付啊，只要付。你不那里像个逃兵的了呀？少不得请得上俺户前面，俺是你那里想七根都要花后天，跟你身体也没好苦啊！哎呦！
听见声音起你些，啥个声音讲？见两人上来，看，等到石门刚打开，里向出一个小伙子，那么尴尬。谁叫做娘？现在面孔结得格脸死，把们人来了发抖，你们哪办法？你刚刚一想啥个？有的把那娘做出来，还是我自家讲出来，说是还能推把重判嘞。当时我把真心干。老子，阿拉倪军先生为你一直承受之病痛的折磨啦。你是阿拉2016年5月2日离开你的，是的。享年的是77岁。我想节目的最后呢，我再次代表你送在电视上，向倪军先生表示深切的爱戴。我辣埃搭地也代表水母的家属，向一心关心你水母的大众朋友表示感谢，代表所有学生子向水母表示爱戴。好，观众朋友，爱奇特别节目《医生预告军山区谁来得着》，小乔陆子来做客，小乔啊，观众朋友，再会，再会。欲为公堂告状，皇上安堂任务，人间悲欢离合，尽在孽缘吉恩下。5月24日起，为您揭秘明朝第一明君嘉靖皇帝的身世之谜。